实今天香港来欢迎大家来参与这个 Web3，其实是想把自己在新的文明的演变过程当中呢变更成为一个新的城市。那我们再回顾一下，就是现在的文明阶段，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文明阶段？现在我觉得是我们正在走向软件文明和工业文明说再见。在软件文明当中，其实我们已经有了第一价值锚定的这个比特币，所以人类用 Internet 创建的最好的这个产品就是比特币。因为以前的商业模式是改变了地方性的，比如说像那个美团啊、今日头条，但比特币改变了人类怎么制造货币，怎么锚定价值，这个是互联网最大的那个产品。第二个成功的就是以太坊。以太坊是一个经济体，它代表了所有未来软件文明的信任机制。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走入这个文明的时候呢，下面的像刚才郑教授讲的这个 Web3 的大爆炸呢，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未来靠着大家创建的无数的新的应用。那这个应用从哪来，我们也不知道，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群、这个时代和这个审美观是正确的，所以我同意。那个其实 Web3 还是区块链为什么会走得那么艰难？因为它更多是生产关系的改变，触及的是组织结构，甚至是银行系统，甚至是国家结构的改变。所以它一定会碰到原来传统的既得利益者它的不信任或者阻碍。但现在 AI 呢，它刚好是一个生产力的提高，那么放在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都要去拥抱它的。那刚好这AI 刚好都是一个推动 Web3 的一个更大的发展。所以我同意那个教授说的，可能未来这3年它可能会产生很大的爆发。因为前面的互联网，在20-30年的20几年的互联网发展，更多的是信息的改变，并没有去触及价值跟重新分配这个前期。但现在到了，那么就像互联网以前也没怎么改变银行系统，因为最多只是让它效率高一点。但这次美国硅谷银行的倒闭，可能也是一个契机，让这些传统的银行也重新去思考，是不是要拥抱 Crypto、拥抱 Web3这样的一个契机。今天其实我们没有经济危机，今天也没有金融危机，今天就是法币的危机。法币的危机很简单，就是美元怎么造的、怎么分布的、怎么分配的、怎么储存的这一套系统完全失败了，对吧？完全失败了，就是说对手盘，美元的对手盘就是比特币，对吧？然后呢，比特币创建了什么东西呢？就第一是 decentralized， 是去中心化的治理结构；第二挖矿；第三是那个 blockchain technology， 对吧？就是区块链技术。然后呢，延续这个技术，我们人类才开始了以太坊啊这一系列的。那这个东西它是技术上也是那个社交上的革命，因为用互联网改变了人类以后怎么交换价值，怎么交换劳动力和怎么交换整个的这个金融服务的体系的。所以这一个大的体系，我们就像电子商务一样的 ，DeFi 就像电子商务面对那个传统贸易一样的，对吧？所以未来我们是想把整个金融服务搬上链，那这一个大的这个体系需要很漫长的这个基建的过程。我补充2点啊，就是很有意思，就是所有的技术革命，以前的技术革命。大家都会说，对于社会来说，我们是 neutral 的，技术是中性的啊。但是只有区块链的技术革命很不一样。区块链是从这个，就从 BTC 啊，我们从 BTC 讲起，第一天诞生的时候就有非常非常清晰的价值观啊，去中心化 permissionless 啊，然后到今天的 network society， 它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价值观。然后是希望能带来一个更好的人类文明，就是个人是基础，是越自由越高效嘛。人类文明的2大发动机嘛，自由跟高效。
像互联网已经很自由、很高效，对。但是呢 ，Web2 公司把它搞得不太自由，但是很高效，对吧？现在 Web3 就是纯自由、纯高效，对吧？这样的话，自由高效才是最先进的制度。人类文明永远是朝着先进制度进化的嘛，对。对，是的。好，我再补充第二。对，然后呢，这有2个问题啊，都很相关，问的比较有意思，就是 Web2 到 Web3 的这个用户迁移啊。那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大家照我刚才讲的这个 Web3 的那个定义的话，其实这个问题的表述就是大家更根本的问题是原来的 crypto 的那个环境下做不出有海量用户的应用啊。然后呢，所谓的把 Web2 往 Web3 搬呢，都会发现，那我到底要 crypto 干嘛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把所有的都放在一个 Web3 的那个角度来看，那么我们有 AI 技术的突破，有 crypto 作为一个 value network 的一个基础设施啊，未来可能还有 AR、VR 的这个技术的突破。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也许2、3年以后，我们会有一款非常震撼的游戏啊，这个游戏用到了 NFT 啊，用到了所有的价值交换的网络，但是呢，它实际上呢，又用到了 AIGC 的技术带来的体验的突破啊。如果那个时候正好还能用 VR 眼镜看，那就是完全沉浸式的体验。所以你那时候呢，会是一个产品达到了一个对于 Web2 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而那可能是第一个 Web3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有这个完整的 Web3 的 native 的技术的一个原型。那个时候自然的就发生了用户的迁移啊。所以大家我觉得就是说，过去1年多 struggle 的 Web2 到 Web3 的那个所谓用户迁移，我觉得是个伪命题啊。今天 ChatGPT 出现的时候，2个月就过了1亿用户，没有人去讨论我怎么从谷歌去迁移，大家第一天的反应就是谷歌要完蛋了啊。所以当我们那么辛苦的，大家都在想无数的办法，要把所谓的传统 Web2 的用户搬到 Crypto 来，啊，搬到那个窄义的 Web3 来，我觉得那就是走错了方向。我们肯定是没有创造出足够大的用户价值，让用户直接上来。